OK，我想問下你啦，嗱，你咧就做過好多次嗰啲大型歌舞嘅表演嘉賓啊、選美嗰啲，咁今次咧你覺得有啲咩唔同咁㗎？好大唔同啊！以前咧香港小姐嘅選舉咧，我哋表演嘅節目咧，多數係喺評分即係選1、2、3名之前嗰段時間咧，我哋就要衝下場面呢個大型歌舞。咁咧同我哋合作多數係舞蹈藝員啦，同埋一啲藝員啊，同埋歌手啊咁樣。咁我哋個個都係做牡丹嘅。咁啊，今次咧就係做綠葉啦。咁雖然都係我個人嘅表演，但係我責任咧就係唔係着重我自己個人，係將12個佳麗咧就逐個介紹俾觀眾。就係做佢哋係着cocktail dress 咁樣，咁變咗咧就係一個唔同嘅形式啦，幾新鮮嘅。我越嚟越中意係拍人哋，因為即係我中意反而即係拍戲我會更加少。以前我譬如我1年3部或者咩咁，我而家盡量希望1年1部啊，或者淨係真係遇到好劇本先拍。咁反而我而家就係好中意就係希望去拍人哋。以我以往過去嘅經驗，同埋希望有班好嘅班底。咁我第一部將會拍嘅就係應該係出年3月開始拍，就係阿 Sylvia 即係張艾嘉嘅電影嚇。咁就係我做導演拍張艾嘉嚇。今日我與你又試肩並肩，方圓轉，此刻是添上新鮮。一望你，眼裏溫馨已通電，心裏曾情夢一點未改。今日我與你又試肩並肩，方圓轉，再度添上新鮮。Danny 你真係踏入樂壇10年咧，但係一路都係保持住偶像嘅位置喎，點解可以做到咁呢？我唔敢當，即係唔係咩偶像，但係我覺得如果一個歌手能夠創造佢嘅風格啦，同埋保持佢個人嘅風格，咁有一大班嘅擁護佢、支持佢、愛護佢嘅樂迷呢，咁我相信都可以叫做係偶像。心不會死，歡散不去，為何我心一片空虛？感情已失去，一切都失去，滿腔恨愁不可消除。為何你的嘴裏總是那一句？為何我的心不會死？明白到愛失去，一切都不對，我又為何偏偏喜歡你？我已是負累，相愛似受罪，心底如今滿苦淚。舊日情如醉，此際怕再追，偏偏痴心想見你。為何我心分秒想着過去？為何你一點都不記起？情已失去，因愛都失去，我卻為何偏偏喜歡你？我諗我哋係最難受就係佢一個過渡時期，由所謂人嘅認同我哋叫 underground band， 即係地下樂隊，到我哋上咗地面，即係佢哋認為我哋上咗地面，出唱片，即係嗰段時間受咗即係批評啊或者攻擊啊。地下嘅即係所謂即係話我哋係地下 band 嘅樂迷，即係話我哋搖擺伴舞嘅，咁嗰啲啦，嗰啲就難受啦。咁我哋又要面對地面其他嘅樂隊啊、artist 啊咁嘅時候，又係即係另一種嘅難受咯。即係我只不過以前做嘅嘢係自己想做，我唔係向人認同啲乜嘢，或者係定過啲咩盟約，只不過完全屬於我自己想做就做。OK， 我做到咁上下，我唔想做，我做第二樣嘢，咁我要受到
即係人哋嘅攻擊啊或者批評啊，即係自己會好難受啊嗰個過渡時期。即係點解一向支持你嘅朋友會突然間咁樣話你啊？今天我寒夜裏看雪飄過，懷着冷卻了的心窩變遠方。風雨裏着涼，路裏分不清中，天空海你我可會變成真？原來我這一生不羈共愛自由，也會怕有一天會跌倒，背棄了理想，誰人都可以，也會怕有一天只你共我。係啊，好耐冇同佢哋一齊表演，咁今次咧再起翻埋一齊合作咧，就覺得佢哋真係成熟咗好多，大個咗好多，點武藝精湛咗好多噃。咁你會唔會有啲壓力咁啊？壓力咧就唔係來自我啲徒弟仔嘅，係來自四方八面，因為好多觀眾都期望我哋今晚嘅歌舞表演啦，但係我哋都會全力以赴，希望你做到最好噶啦。斜陽和下，無奈只一息間燦爛，隨雲霞漸散，逝去的光彩不復還。遲遲年月，但愛這一生的變幻，如浮雲聚散，纏結這滄桑的捲壓。漫長路，驟覺光陰退減。
歡欣總短暫未再返，哪個看透我夢想是平淡？曾遇上幾多風雨翻，編織我交錯夢幻。曾遇你真心的臂彎，伴我走過患難。奔波中心灰淡，路上紛擾波折再一關，一天想到歸去難以晚。20分鐘也沒那麼久，其實沒有想那麼多吧，因為現在也沒有太多的時間去就是就也因為也不知道什麼時候可以發，因為我現在也好多事情還沒有做完，就是公司的事情啊，兒童視覺文學的，講我記住了怎麼說，視覺文學，就是這個愛美夢遊的圖畫小說，所以暫時不知道什麼時候會發專輯，但是已經就是慢慢有在想，有在寫一些歌，所以可能還是我覺得最快是3年以內。是苦也是甜美，人生的喜惡怎麼分？大家各自尋找你我心中人，幾許哭與嘆，多少假與真，讓狂潮起混合愛和恨，是他也是你。